繁忙嘅都市生活，有時真係會俾人好大壓力。唔少人就會選擇搬去新界嘅低密度住宅，享受寧靜嘅生活。雍翠苑就係位於上水嘅新型洋房屋苑，周圍都有山巒環抱，遠離煩囂。不如一齊參觀下佢嘅2期地下連花園示範單位啊！單位面積約700尺，3房間隔，花園面積就有約950尺。下飯廳呈正方形，足夠放置 L 型大梳化，過年招呼大班親戚朋友都冇問題。大門旁邊附設大櫃，高雅又實用。主人房間隔方正，雙人床嘅周圍仲有好多空間放置各樣家私。另一間房，睡床面向窗外嘅翠綠樹木，夠晒舒適健康。中間呢間房面積較細，可以做單人房或者書房。浴室採用米白色嘅浴具，加埋透明旗杆就更有空間感。單位同花園之間裝好晒優質嘅3重鋼閘、紗網同落地玻璃門，呢個係雍翠苑所有單位嘅交樓標準嚟㗎。住喺郊外就係想有多啲活動空間，你可以喺呢個日式大花園燒下嘢食，甚至起個小園圃種下簡單嘅蔬果香草咁，享受城市難求嘅綠色生活。